50, how much of that? 对，50。来吧，鸡翅煎饼，来吧，鸡翅煎饼。 50? 对，yes。更软的。鸡内。鱿鱼，加个煎鱿鱼。Hello, good。来吧，煎饼来一个吗？完，有个不有好了。那个小豆的要不要吃到？鸡翅煎饼。也好了。有太一个。羊串鱿鱼。就没地方给塞了。羊串鱿鱼。来个生肘肉。来一个。OK。Take it. Very good. Very good. Very good. Delicious. Lamb like this guy. 那个小豆的要不要吃到Hello. Hello. 这买那个喽。卖的羊排呀，买2手一个5块钱。过来呀，羊肉串5块钱，买2手一个。来吧，5块钱30多便宜，来吧，买2串送1个，要不要去了？要不哥？你那个哪里？小姐来。小A。小姐姐手。来了，不是他讨厌那个。藤原。How much? 藤原。干元。高。藤原。咱俩那个。那不在过年搞1日不就说个用啥子啊？5. 来人的么？呀啊。个么？flow 呢？好，物在那儿，先吃点吧。为什么不在那固定开店？เขาค้าเนาะอันนี้กินให้เจ้าเด้ออันนี้นะอันนี้เครื่องในงัวกินให้เจ้าเด้ออันนี้นะ 来几个？炒焖子。来一个两个。再给嘛。吃什么，先生？羊肉串有鱼大虾要吗？来几个？辣椒。先生。一点点辣椒。